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话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来研究一个讲唔信讲唔信。国情捌甲你讲过，有个人讲唔信是要加强口气，啊，毋过唔信啥？各地方流传的话语，这种俗语阁无共哦。来一句一句来探讨。有人讲唔信牛的暴脏水，对啦。哦，卡死啦！日本话咧讲诶，哪有可能牛食草呢？牛哪会暴脏水？这就较早农业时代咧应用的台湾俗语。对，即马吼少年家连脏水都毋捌看，莫讲脏水，连牛都毋捌看啊！伊要安怎讲即句讲唔信牛的暴脏水？啊，毋过慢慢时代咧转变，咱虽然已经袂记讲即句话源头对倒来，嘛是爱摕出来用哦，摕出来用，即句话才留会掉哦。啊，共款唔信啦，当然。实在人咧讲唔信，讲唔信是加强口气就对啊。唔信啥？海口还搁一句，海口另外一句话讲做唔信番薯的闪喉壳。咱知影讲喉壳伫咧壳，壳汤壳糜，壳起来，壳番薯已经番薯糜煮好啊。虽然是一粒田螺九碗汤，番薯无几块，咱嘛要壳咯，咱嘛要壳。结果吼，敢有可能讲喉壳？卡落去的时阵，番薯针已经煮熟啊，佫会走，会闪对边仔去，无可能嘛。所以即句我是听演艺界的前辈，即我那播音员，甲我同国的啦，或者阿国啊，阿公兄甲我讲的，讲阮海口佫一句你毋捌听啦，我甲学啦，不但甲学，佫甲抄起来。即句有意思哦。番薯煮熟啊，敢有可能讲伊会闪喉壳？要卡啦哦，卡落去啊，番薯滚的番薯竟然当飞去边啊，也是讲烧去边啊，迄无可能，所以唔信嘛。过来共款唔信，啊，佫一句，那即句吼，原来无分地头，逐所在加减拢捌听啦。讲啊呐，即句有较长，讲话做唔信。鸭条内有假名大稳，鸭条内吼，头拄啊，咱咧讲牛食草，鸭食啥？鸭食大稳嘛。所以唔信鸭条内有假名大稳表示啥？煞唔知讲有迄落爱啉的爱水的，看到烧酒倒落味的，有当着啊，你灌一罐酒去因兜，今日去啦，莫讲后礼拜啦，明仔载搁去用迄罐酒无去啊。讲啊，本来想讲今日来到遮吼，要甲你做伙啉呢，人因某就讲啊。讲唔信鸭条内有假名大稳啦，迄早晚吼大稳拢嘛吼通了了啊，敢有可能讲即罐酒摆到今仔日咧？所以共款唔信台湾话各地方应用无共，有趣味无？真正真艺术啊！